好，来继续来看咱台湾为着武汉肺炎头一个死亡的个案，是一个白牌车的司机。就惊这个非法的白牌车将做防疫的漏棚，所以政府是大规模来处理，结果彰化有2000外的白牌车的司机样样要总失业。客运车工会出面来呼吁县政府，应该协助这个白牌车的司机，互因会当考到合法的证照。阮感觉咱像过街老鼠共款，人人喊打。全台首例感染武汉肺炎死亡的是一名白牌车司机，担心加做防疫漏洞，中华县府强力执法，已经3件被查到，因此真侪白牌车司机都唔敢出来造车。生活真艰苦，嘛要开学，囡仔嘛读册拢需要钱。希望政府会让斗相共，互阮考营业登记证的场次会让增加。彰化有2000多名白牌车司机当工农失业，计程车工会嘛跳出来帮忙向政府发声。白牌车的部分目前非常的严重肆虐，非法的这个白牌的计程车将它导入正轨。今日表示要加做合法的，第一要有职业驾照，还要有良民证，佮向警局申请营业登记证。每个月的月初也有针对计程车职业驾驶的这个需求，有160个名额的一个规划。那民众如果还有不足的部分，那本局会协调台东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来适度的放宽我们考照的一个名额。开白牌车本来就无合法，上路比例一定要开发。若是申请驾照合法的计程车咧，免担心会被处理。疫情管控的期间，要有政府协助消毒。